再来关心新德县的消息，新德县有一间产后护理之家的照顾人员进前用这个红婴仔呢，用倒头仔方式将连起来，致使这个红婴仔面拢凝花。佮讲这是黄大，这个做爸母的后来调监视器发现讲，这个产后护理之家呢做这款代志，后来已经表示讲，将这个照顾人员开除啊，不过家属委任这律师讲啊，这个案件已经和地检署依照过失伤害来起诉，民意代表是认为讲，这间产后护理之家嘛应该负起责任。拄出是一礼拜婴仔去年12月初，互产后护理之家的照护员以倒在床的方式掠起来，真粗鲁，婴仔的面嘛出现青斑。告知父母说，这个青斑可能是因为黄疸指数过高所导致的。医生明确告知说，这不是所谓的青斑这个就是所谓的淤青，就是受伤所造成的。这个产后护理之家叫做莱姆。新生伫爸母找关议员顶前，产后护理之家讲，生州的负责人和姓吴的照顾员。新德地检署认为无伤害和过失伤害行为无起诉处分，证明无监督管理的疏失。另外一位姓班的照顾员，同认为照顾婴仔行为不当，遂停止合约。加上唔甘愿囡仔互苦毒，要告到底。地检署已经针对这位工作人员有所谓的过失伤害的行为，有做起诉了。那目前民刑事的这个程序都还在进行当中。莱姆产后护理之家打电话去问这件事情的回应都会说，这件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然后是不起诉，根本就是在误导我们的民众。李伟谭就华认为，政府对产后之家的评鉴制度无完善，中央考核4年一摆，地方政府的督导考核逐年一摆，不过结果敢若公布合格和不合格。新竹县政府，它是连公布都完全的都没有去公布。我们会要求新竹县卫生局这部分也要定期的一个公告一个结果。卫生部除了答应修正护理人员法，但就华嘛讲会伫立法以后一个会期提案，要让护理之家的评鉴制度更加公开透明，爸母才会当安心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